1997年8月31日，戴安娜王妃甲伊男朋友多迪行出巴黎美馆坐轿车，变成两人最后的身影。酗酒啉酒，调查队长的记者赛车跌落，加上两人拢无下安全带，轿车不幸伫巴黎地下道弄歹去，戴安娜甲多迪两人拢无命。戴安娜离开世间20多年，英国人拢无甲放袂记。1998年8月31日，伫美国华尔街股市败500几点的带动下，欧洲、拉丁美洲甲亚洲的股市差不多拢败价。分析人士认为讲，俄罗斯甲亚洲的经济危机、甲政局无稳定、和投资人无信心，加上近一年开始，亚洲金融风暴继续咧扩大，8月份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，进一步威胁拉丁美洲的国家。全世界股市拢真悲观。2014年，好莱坞的明星珍妮佛·劳伦斯以赤身裸体相片、甲私密的影片，和网络乌客放伫社群网站，大家咧传来传去，受害者有101个人，和网络云端的隐私安全，佮多项定。